天气反凉，真侪人食饱会炖鸡汤来啉。高雄一个50岁乡亲食完香菇鸡汤，感觉腹肚胀胀，阁一直吐，赶紧来送病院。结果医生发现有一蕊香菇卡伫伊的小肠，肠啊塌掉咧，马上开刀把香菇摕出来。医生讲，这个香菇是较歹消化的食物，上好爱先切好油，或者是爱爆好烂才吞落去，安尼较袂消化不良，嘛较袂来并发着肠啊歹死等等的急症。小汤汤的鸡汤，一喙刷一喙，实是真好啉。天气冷，啉小汤，这是台湾人食食的习惯。不过享受美食的时阵，一定爱注意，一定爱爆好油。高雄一位50岁的男子食完香菇鸡了后，发现伊的腹肚那安尼胀胀，佫一直想要吐，伊惊者赶紧去看医生，结果竟然是有一蕊完整的香菇，就掉伫伊的肠仔内面，全塌的。另外，还有2蕊也未消化香菇，嘛留伫胃里，医师赶紧开刀摕出来。他的肠子因为粘连的地方产生一点狭窄，那又因为他整颗香菇都吞下去了，导致他整颗香菇就卡在那个狭窄的地方，造成他肠阻塞这样。真是想袂到，只是进步，煞变成大院开刀。医师提醒，香菇虽然营养价值真悬，但是伊的纤维质嘛真侪，无好消化。料理的时阵，上好家己切落油；你食的时阵呢，嘛要慢慢啊剥好油，才吞落去，才袂伤身体。